台南市政府为着要来维护着食品的安全，嘛要来维护民众对食品的安心，特别委托着南台科技大学辅导着650间的业者来强化着食品的卫生管理。为了维护食品安全和民众对食品的信心，市府卫生局委托南台科技大学，针对食品业者作业场所卫生和有原物料来做验收，嘛伫现场进行辅导和建立食安地图，提供消费者辨识和食品安全。受辅导的业者嘛讲，会使更加了解食品安全的规定，佮有重要性。把食品添加物做专人的专柜处理。今年受卫生辅导业者总共650间，南台科技大学嘛自当中选出优良示范业者，而且将名单公布伫台南市食品安全系统平台。校长嘛讲，秉持大学社会责任的精神，已经连续5年协助台南市政府卫生局建立完善食安管理制度，为食品安全来把关。无去闹出什么食安的问题吼，表示咱的业者办台嘛，真配合咱这个计划的推动。市府卫生局表示，期待未来有较侪食品业者参与辅导，而且鼓励强化和落实自主管理，共同为食品的卫生安全打拼，提高消费者的信任和期待，共同打造健康食品安全的优质环境。